企咗咯喎，我哋都企先。係啦，咁咧因為咧呢張咧我哋投票已經截咗紙㗎啦，準備咧就係公佈票數總冠軍咧，同埋咧就係睇下邊個咧可以勝出今晚 JFFT 歌謠祭2026。OK， 咁就不如咧我哋咧其實而家咧係咩咧？係一個4強嘅形式係呈現俾大家睇嘅。第一個4強將會咧係由我左手邊嘅。再嚟一次，第一場將會由我左手邊嘅 FBI 對上我右手邊嘅 Low-Key， OK？ 咁第一場嘅4強結果，到底邊個可以晉身決賽咧？佢就係 FBI。同時我哋俾啲掌聲 Low-Key， 我哋 sorry， 第一次俾啲掌聲。好啊，咁啊，而家交俾 Low-Key 講一講咧，就係咧得獎感言先。其實我頭先係講真嘅，因為自從安老師俾咗首歌我之後咧，我就其實已經將個勝負咧冇睇得咁開，因為我一聽完首歌之後好中意，我覺得我哋合作整咗一首咁好聽嘅歌咧，我已經好滿足㗎啦，安老師。你感動？我感你㗎，我感你㗎。我都要多謝梁少揀咗我啦。同埋冇梁少咧，真係唔會有呢首歌嘅出現。全部係佢俾咗好多 reference 我啊，然後我就感受下佢個人啊，然後就係咯，我都比較少做呢一種即係你講嘅溝女歌。咁係啊，咁但係低調地溝女嘅歌。咁我多謝梁少啦，同埋我自己都想特別多謝雞翼㗎其實，因為咧係你我翻去啦，係咪多謝我啊！咁其實我參加歌謠祭最好緊要一個原因就係因為雞翼啦，因為雞翼佢搞音雷嘅時候，令到我發現原來我嘅歌都幾多人中意嘅，咁仲要喺佢嗰個音樂擂台排榜，其實係觀眾打電話上嚟次數最多，但係都要有你去搞我先至會知道原來咁多觀眾喜歡我。仲有5首入邊有2首，咁所以今日嗰首《厭惡蜜桃鑑》其實係送俾雞翼嘅。又俾大家，又俾大家。唔怪得率先落敗啦。所以有啲個即係有啲嘢呃唔到㗎，係啊，所以我好傷心啊！係啊，好啊，我哋好開心啊，好開心啊！我都有人想多謝我，係到你講，我想多謝 Fergus 老師啊！好嘅啊！計前咧，因為好感動啊，即係我喺嗰個 camp 度咧，我寫詞寫到好惆悵啦。係啊，跟住佢真係走入房嚟關心我啦，跟住仲要幫我整咗句非常之好嘅句子啦，好多謝你。咁啊，都係喺度多謝 Fergus 啊！如果唔係俾一句你，我唔知做幾時先做好首歌。多謝 Fergus，多謝輝 Sir，多謝費老師，以後多多關照。另外因為寫詞呢個過程咧，其實係好痛苦、好煎熬，同埋都幾孤獨嘅。睇到。係，除咗多謝費 Sir 之外，想多謝我女朋友胡歌，因為好多晚即係寫到好夜，跟住但係佢都陪我咁樣，即係可能我有啲音感唔係咁開到，喂，你呢個唔啱音喎咁樣，所以好多謝佢陪我通宵去完成呢首歌。有冇嚟啊？佢有嚟啊！嗰度左邊嗰度。算啦，以前有啲踎低啊。呢個名叫咩名啊？阿木啊，阿木。係啊。哦，多謝你啊，阿木。係啊，因為我都俾唔到咩意見啊啲歌詞，多謝女朋友，你女朋友。係因為好奇怪，其實呢首歌我有少少想即係諗住佢嚟寫，但係其實佢好明顯係嘅，但係都開心。開心。再一次熱烈嘅掌聲俾 Low-Key。
咁啊 FBI 咧可以移一移定去中間先，因為晉身咗決賽。係啊，跟住第2場4強呢場激烈喎，都激烈喎。到底係我右手邊嘅3米主城淑文，定係我左手邊嘅夢幻故事 G.E.N.U？ 準備好未？大家準備好未？嚟咯喎！能夠晉身去決賽嘅就係3米主城淑文。萬老師，唔好講嘢做。好啦，未入咗決賽啫 ，OK。咁啊，都俾啲掌聲 G.E.N.U 先啦，好唔好啊？有啦，跟住同埋咧就係阿周仔周國賢嘅，咁啊而家交俾你哋分享一下你哋嘅感受，或者有冇啲咩想同啲觀眾講？首先非常多謝你過嚟參與先啦，俾啲掌聲。周國賢。我想講好多謝你哋嘅台，因為我冇諗過會有綜藝節目揾我，因為我入行都一段日子，因為好耐啦，好漫長。咁從來我同綜藝都好似扯唔上關係，有男色問同埋我真係一個真 I 人。咁其實我一玩遊戲嘅時候，其實我係變到好細粒啦，好驚嘅。係 feel 到你緊張玩遊戲嗰陣，好緊張。係多謝啦，多謝。好啊，完成咗。可以榮顧啊！可以第一啊，係啊，非常之開心。咁啊，可以同你合作做一首歌，再做咯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仲有冇？冇嘅話，再一次最後嘅掌聲送俾 G.E.N.U， 跟住同埋周國賢。好，亦都有請咧 G.E.N.U 可以稍微翻返去後邊啦。咁而家咧又請埋3米主城淑文移去中間呢個位度，因為咧嚟到最緊張嘅決賽時刻啦！到底邊個會成為今晚嘅2026 JFFT 歌謠祭總冠軍咧？我都未知㗎，我哋一齊。準備hold住，影埋相先，hold住。見到後邊咧已經4隊㗎啦，咁你哋2隊咧係唔可以望嘅，因為咧我哋係同全場嘅現場觀眾、網上觀眾，仲有我哋台上面幾個一齊睇下最終總冠軍係邊個？即將揭曉！我哋睇睇個後邊嘅結果。呢個時候，先請 FBI 講一講感受先。盡咗力就好啦，費上。係呀，係嘛？係呀。想特別多謝費 Sir 同埋大仙，即係我哋一齊創作咗一個咁，因為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新嘅嘗試嚟嘅，亦都好玩啦，我覺得。好玩，我覺得好玩。多謝你前世今生都喺度啊，費 Sir。OK。前世開始
始，早2個月開始，真係早2個月部署到呢一刻行咗歌詞一樣係好乜位，行咗2屆㗎啦，其實係啊，咁但係費 Sir 就係即係不離不棄啦，亦都好多謝你，佢甚至乎今日係連 MC 演唱會嘅尾場。5000幾人，再加埋直播萬幾人，我哋總共有2萬人睇咗呢個 show， 勁過紅館 MC 喎咁又，你又揀得幾好喎咁樣嚇 ，OK 啊，得嘛？多謝你，多謝。嚇！冇人去廁所。喂，真係呢度人嗱。紅館嗰度咧，地盤佬就去廁所嘅，荒謬啊嗰啲㗎，係啦，就望住你人飲地笑嘅，但係亞博呢度咧，全部都好中意你嘅，費 Sir。喂，我都有啲嘢想講，我想多謝 Yes Studio 我嘅團隊。即係咁短時間又支持我，仲要可以講到啲應援物品咁樣嗰啲出嚟打氣咁樣，同埋我想講嚟咗玩咗一輪啊，感受到 J 台個 vibe 啊，我覺得 JFT 同埋 J 台嘅 fans 互相都係好幸福嘅，我覺得。咁幸福就嚟多啲咯。Thank you， 每一位投票俾 FBI 嘅朋友，雖然我哋好遺憾地攞唔到第1名，但係都開心嘅，唔使拍 MV， 少咗，唔係做少樣嘢，其實都係開心。Thank you 你哋 ，Thank you 你哋咁中意 FBI，OK，Thank you。最後啦，交個台俾今晚嘅全場總冠軍3米主席蘇馬。我哋今次嘅投票入邊咧，全部票數加埋係有超過27000票嘅，最終嘅總冠軍係11900票嘅左右嘅3米主席蘇馬。咪咪，你講先啦，萬老師，呢一刻我暫時諗唔到有啲咩可以講住。咁我哋多謝下先啦，好多人要多謝嘅。首先要多謝即係 JFFT 4字啦，同埋今次嘅各位嘉賓啦。其實首歌都好正，我覺得我哋贏咧純粹係大家想睇拍 MV 嗰 part 嘅。我會極力爭取令含哥哥出現嘅。係㗎，已經俾緊㗎。另外要特別感謝愛麗絲。喂，愛神。你搶咗我對白喎。sorry， 你一陣再多謝。點解會多謝咧？我要多謝你幫佢剃得好乾淨啊啲毛。知咗嚟咧，我見到哇白滑。雖然係啦，即係睇到嘅部分都 good 嘅。係啦，咁仲有咧，我想講，我成功令到我爹哋媽咪入場支持 JFFT。佢一開始完全唔知你哋係咩事，但係佢哋而家都應該成為 JFFT fans 啦。多謝大家俾到一個機會，我可以用呢一個樣去見到大家，因為呢個係我個夢想嚟嘅，我今日都實現咗。同埋特別多謝，衷心感激米師傅。雖然佢咧成日好似我哋好似成日嗌交咁啦，但係私底下佢勁就我，佢係基本上係我嘅扯線公仔，即係
冇話咩就咩，即係佢完全喺後台咧係攰到咧，因為又要轉衫啊呢樣嗰樣，佢好攰，但係佢都依然好落力咁樣陪我去完成呢個演出。多謝你啊，米米！我多謝咗黃淑蔓先啦，係因為講真，其實我一開頭咧係覺得扮女人呢單嘢咧係有啲強嘅。係好強嘅，同埋我冇諗過係會攞到第一嘅，因為咧 FBI 佢個勢係好猛嘅其實因為佢喺片度又教大家做應援啊，又叫口號啊咁樣，其實我係有打定輸數嘅，係啊，但係我估唔到大家竟然係對呢一樣嘢係中意喎，大家係中意呢一樣嘢喎，我係覺得有啲奇怪嘅，不過唔緊要。米米嘅。不過唔緊要啊，咁因為咧係即係基本上咧，其實我係難聽啲講，我係成為咗黃淑蔓嘅玩具啦，係啦，咁但係因為咧，我始終對於音樂係一個完全唔認識嘅人啦，咁啊曲詞又唔係好熟啦，咁基本上黃淑蔓叫我做咩咧，我都係只能夠去配合啦，全力配合。咁啊，我哋有呢首歌出嚟咧，仲要多謝埋一丁老師同埋阿雞老師。阿雞老師今日都有嚟睇㗎。係啦，如果冇佢哋，其實呢首歌係出現唔到嘅。多謝你阿雞老師，多謝你一丁老師。係啦，因為一丁老師佢都冇擔心咧，我哋上一屆咧做咗幾首歌咧，冠軍係梁師傅啊嘛，但係嗰首歌咧唔關一丁事㗎。佢今屆都冇擔心咧，如果 FBI 有贏嘅話咧，咁另外嗰3組嘅歌咧都係經佢手，但係都冇得贏咯。係啦，所以一丁老師我哋今日贏咗。因為其實嗰陣時係一丁老師作品展嘅。所以你有睇我哋第3集，你知道一丁老師佢嗰個圈粉程度係幾勁，佢人格魅力係喺度嘅一丁老師。仲有冇多謝邊啊？我女朋友啊，除咗頭先話剃毛之外咧，其實咧佢喺屋企咧係有幫我練舞㗎。我俾咗條片佢咧，嗱唔該你可唔可以扮亞曼嗰個角色，然之後就練熟佢。但好似收到風，你淨係叫佢企喺度啫喎。係啊，佢有跳嘅，我跳嘅。OK。係啦，咁啊。咦？咁我以為我哋拍翻個 dance challenge，有冇人會跟住做？係啊，掂啦。係啦，咁啊 ，anyway， 多謝晒大家今日抽時間過嚟捧場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恭喜晒米師傅同埋亞曼嘅3米傳承送啦！好啦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馬上咧進入呢個頒獎環節啦。咁咧而家咧，首先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，大哈上屆嘅冠軍，俾啲掌聲佢。係啦，咁啊冠軍咧就準備咧接受呢個嘅多謝冠軍嘅獎品10萬蚊嘅 LV 基金，由公司出嘅 ，Let's go！ 多謝，眼淚值得擁有。喂，定係我哋對分咗佢1人5萬蚊？好似有幾開心喎！再講，咁係咪要影相㗎？好，預備3、2、1，記得個3、2、1。最後3、2、1，轉一個 pose， 3、2、1，一齊影一張不如好嘛？好啦，全部一齊影一張，再嚟，係啦，大家一齊係啦。好，預備3、2、1，3、2、1，最後3、2、1，好，俾啲掌聲，跟住 hold 住，係啦，支票收咗先，仲有咧就係咧2個嘅獎品嘅，係啦，就係我哋2個嘅冠軍嘅獎杯，俾啲掌聲。點解第一屆冇嘅梁少？咩事啊？使乜爭取翻？第一屆冇嘅，上次冇嘅。喂，喂，好多謝 JFFT， 多謝 JFFT， 真係講真，因為我係冇諗過可以攞到呢個獎。多謝亞曼，你同我一齊拎呢個獎。多謝米米。多謝大香頒呢個獎俾我哋 ，thank you。好嚟啦，準備啦，3，好埋啲，可以再埋啲，係啦，預備3、2、1，3、2、1，3、2、1，好轉一個 pose 啊，3、2、1，3、2、1，好，俾啲掌聲。我哋有冇得同台下觀眾一齊影張相㗎？而家影一張，有冇人？